各位 fans 對唔住，因為呢排太多人喺後台問我哋有咩食、點樣收費、喺邊個位等等嘅問題，加埋都有幾千條，喺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先。不過有時真係覆唔切，所以呢條片我就想同大家介紹我哋嘅放題餐。首先我哋嘅營業時間係中午12點到凌晨3點，係分3個時段嘅。午市係12點到4點，晚市係4點到9點，宵夜市係9點到凌晨3點。每個時段收費有啲唔同，不過其實午市同宵夜市收費係一模一樣嘅。跟住我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3個餐。第一個經典餐就有新鮮海鮮蒸鍋同埋潮汕牛肉雞煲火鍋、啤酒、汽水、雪糕、小食，幾十款火鍋配料都包埋，任食2個半鐘。午市同宵夜市都係298一位，晚市係348一位。第二個龍蝦餐就係包晒經典餐嘅所有嘢食，但係每人會多一隻龍蝦，同埋升級為無限時任食。午市同宵夜市係348一位，晚時就係398一位。第三個就係任食龍蝦餐，都包晒以上所有嘢，包括龍蝦都係任食嘅。咁呢個餐都係無限時嘅，全日同價498一位。我哋就係旺角兆萬中心17樓，大家得閒上嚟試下，歡迎隨時 call 我珍姐 book 位啊！